未雨綢繆，未意思係未發生，未嚟到。雨好簡單啦，落雨啦，係咪？綢繆知唔知係點解啊？喺呢度係解準備嘅意思。當你用呢一句成語嘅時候，未呢度嘅意思係準備，準備好嘅意思。綢咧其實係解好濃稠啦，好緊密，好緊密嘅意思嚟嘅。呢個字嘅意思啊，個字本身嘅意義，佢呢句成語咧係解未發生就準備好，打點好。頭先咧，我哋之前講咗一個成語，我話係同佢咧係相反嘅，記唔記得係邊一個？亡羊補牢。叻仔！亡羊補牢就係發生咗問題，去揾方法補救，係咪？呢一個係未發生問題，未就準備啦。OK？綢繆係緊密纏綁嘅意思。趁住天仲未落雨，就先修補好門窗。個比喻係事先作好準備。頭先我就話俾你聽啦，未雨綢繆，綢繆喺呢一個成語裡面，呢一個係解準備好嘅意思。喺未發生嘅時候就做好晒準備 ，ready。OK？佢嘅相反義詞，我哋頭先之前學過啦，亡羊補牢，其中一個係咪？呢個係因為已經發生咗啦，忘咗啦，先至去補救。呢個咧係未發生啦，就已經準備好啦。OK，防患未然係近義詞，亦都係防止呢個問題係喺佢未發生之前就已經防止個問題出現啦。OK，例句。雨季快到了，村民未雨綢繆，合力清除下水道的垃圾，以免淤塞。喺未落雨之前，佢哋呢，因為雨季就嚟到，但係喺未落雨之前呢，所以呢，佢哋就要清理好下水道嘅垃圾啦。咁到落雨嘅時候，雨季嘅時候落大雨都好，佢都唔會淤塞啦，係咪？未雨綢繆，喺未發生之前準備好 ，OK？好，第二個例句要自己補填充啦。雖然距離考試還有一段日子，但哥哥未雨綢繆，已開始努力溫習。冇錯啦，即係話其實呢，距離考試都仲有一段時間啦，未到㗎。咁但係呢，佢就唔會話亡羊補牢啊，即係唔會話考緊啊，發現自己唔識啊，可能考咗2日啦，先發覺原來我係唔熟㗎，先開始溫書，係未啊？佢係仲有一段日子先去到考試嘅日子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就未雨綢繆，已經開始咗努力溫書啦。即係未發生之前就要準備好，明唔明白？未雨綢繆，OK？